Follow him wherever he may go。美国喜剧电影《修女也疯狂》当中的修女高歌大唱天主教圣歌，颠覆传统形象，让人大开眼界，受到许多影迷的喜爱。不过，英国最近却出现一家冰淇淋公司主打的2010年平面系列广告。第一波广告是以怀孕修女将大腿跨在打扮看似像神父的男子身上，神父裸露的上半身还露出明显的胸肌，影射意味浓厚。刊出不久后，接获宗教人士的投诉，认为冒犯天主教徒，被下令在今年7月禁播。不过，这家冰淇淋公司还继续挑战尺度，甚至还有怀孕修女大啖冰淇淋，配上具有双关语的广告词。原来怀孕在意大利文中有口味香醇的意思，另一个则是由2位神父相拥，双唇准备亲吻的广告，配上英文垂涎3尺的单字，则是救赎这个英文字的谐音。多家杂志刊出之后，再度引发宗教人士抗议，而设计这一系列广告的创意总监则是认为，只有少数人反对，而且撤销广告将会造成冰淇淋公司重大的损失，因此必要时将提出诉讼，争取权益。